圖係引路嘅好幫手，不過如果喺室內應用，往往會因為信號接收問題，令定位出現較大嘅誤差。有本地初創公司利用 WiFi 無線網絡指紋技術，提升室內定位嘅準確度，令電子地圖嘅使用不受環境限制。莫書孟報導。使用教學，瀏覽大館站內資訊。我哋只要打開呢個 app 之後咧，就可以知道每一層樓有啲咩鋪頭，或者我哋就算去到呢個現場啊，只要開咗呢個 app 之後咧，我的位置依家我自己喺邊度啦，或者譬如話我想去某一個鋪頭嘅，咁我撳入去之後咧，咁佢又會有個導航嘅。我準備出發了，安樓，我準備向前直行。咁呢個導航咧就會教我由可能地下點樣去到3樓。距離幾多尺啊？或者我哋一路行嗰時咧，呢個 Apps 咧都有一啲信標，有啲信息，有啲響聲啊，一路帶住我哋去到嗰笪目的地嘅。亞洲而家用緊嘅地圖，唔單止可以帶住佢喺室外遊走，喺室內用同樣都暢通無阻。用嘅方法同一般嘅數碼地圖一樣，都係先設置起點同埋終點。之後，導航就會設計一條合適嘅路線。研發團隊話，而家唔少嘅室內地圖都依靠衛星信號定位，但係衛星信號穿透力差，室內接收難，容易有較大嘅誤差。佢哋發現利用無線網絡信號做定位，唔單止可以節省基礎設施成本，仲可以提升準確度。其實有好多技術可以用嘅，譬如早期用嘅，我哋都有嘗試過裝藍牙嘅發射器啦，嚇。咁但係呢啲咧就係硬件嚟嘅，你大概3到5米你要裝一個嘅嚇。咁佢嗰個基本特徵同 WiFi 都差唔多嘅，但係問題佢係咩咧？就係你大部分商場、大部分醫院、大部分嘅室內環境咧，你都唔會特登去裝一個硬件。但喺大部分嘅城市空間裏邊咧 ，WiFi 係基本上都有嘅。譬如你去一個商場咧，你一打開你嘅 WiFi，有一掃咧，你睇到嘅可能都有10個8個 WiFi 可以俾你用嘅。但係你睇唔到嘅咧，可能就數咗幾百個。譬如我哋係有某啲商場咧，一掃咧係有3000個 WiFi 信號喺度。咁即係咧，呢啲基礎嘅數據、基礎嘅信息已經喺度，只係你冇辦法，我哋叫撈得到，即係採集得到呢啲比較微弱嘅信號，同埋咧將啲冇用嘅信號將佢清洗咗佢，變咗有用啫。咁嗰個就係核心技術嚟㗎。團隊希望未來可以繼續拓展海外，將呢項技術帶到世界各地。有線新聞，莫書孟報導。